大家試下睇下呢個新嘅 Bad Job 先啊，睇下點樣好唔好用啊？睇下點先，指到佢。OK，慢慢習慣啦。Anyway 啊，你有冇試過同一班朋友食飯咧？本嚟大家各自望個電話、手機，突然間有個男人講咗一句説話，成台人都笑翻晒喎，連你都忍唔住。但係真正令到你心動嘅，未必係嗰句笑話，係散場之後，其他人走晒咯，佢突然間放慢腳步嚟到你嘅身邊，然後同你話：你頭先係咪有少少唔開心㗎？嗰一下你個心啵一聲跳一下。因為前場咁多人咧，得佢留意到你笑得有啲勉強嘅，可能你真係嗰一日唔係好開心啊咁樣啦。你以為識搞氣氛嘅男人都差唔多，嗱，其實差好遠㗎。有啲係想氹你笑嘅啫，想你舒服；有啲咧就係氹你笑，但係想你覺得佢特別喎。有一啲咧逗你笑，係想你以後跟住佢走。嗱，根據我嘅 LESD2，每一種 E 嘅本性都可能跟住後面係唔同嘅3個本性 L、S 同埋 T。睇下先喺呢度 L、S 同埋 T。OK， 所以喺 E 呢個黃色嘅話，佢可能EL、ET 亦都可能係這個 ES 㗎吓。所以如果係 E.S 嘅話，佢外邊好開心，好識照顧氣氛，成日想令到人舒服，但係其實喺裏邊咧係比較脆弱，最怕咧關係變冷嘅喎。OK， 所以佢會記得你中意飲乜嘢啊，食乜嘢啊，你喜歡邊啲歌星啊，開演唱會，佢仲即刻係撲飛，明明自己都唔開心啊，都會笑住話冇事嘅，唔好掃興。你會被佢呢一種溫柔打中啊！但要記住，佢好多委屈未必會同你講嘅喎。如果係 E.T. 嘅話咧，佢嘅幽默通常會多一份嘅文化感啦、品味啦同埋思想嘅。佢可能同你講下電影啊、音樂，突然間咧會拋出一句只有你聽得明嘅笑話嘅。哇！你會覺得呢個男人唔單止有趣啊，仲好似真係明白你咁樣㗎吓。但係你小心啊 ！E.T. 佢要求好高，佢想要嘅唔係一個靚女，唔係淨係一個靚女，而係一個可以同佢交換思想、令佢欣賞嘅人。嗱，所以如果佢就係個 E.L. 嘅話，佢同樣會講笑啊，但係佢成個人會好有方向感嘅。約會去邊啊？食乜嘢啊？下一步做乜嘢啊？佢自然會揸翻住個軚盤嘅。過馬路嗰陣時，佢可能會拉你一下天嘅。有人令你難堪，佢會即刻反面。哇！呢種心動都唔係甜㗎啦，而係你會突然間覺得有人保護緊你。但係 E.L. 咧，你都要小心佢個保護可能慢慢會變成控制嘅。所以同樣係一個識講笑、識令人心動嘅男人 ，E.S. 好想俾你接住嘅 ，E.T. 可能想俾你欣賞嘅 ，E.L. 可能想帶住你行，外表都係 E， 拍拖之後係3個唔同嘅世界。所以你想知道你嘅男友係 E.S、E.T、E.L， 叫佢做個 test 咯。但係最重要嘅就係你本身係乜嘢本性嘅組合，咁先至知道有乜嘢本性嘅組合可以比較適合你噶嘛。所以可以撳下條 link 做下我個測試啊。下次再傾，拜拜。